乡村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观众朋友，唔能看台北县南公里，也好伫台中的同时，也就是台北县开始的地方哦。台北县吼，伊嘛按照中埔横贯公路，伊一路上经过的台中的和平、南投、仁爱、花莲的秀林，一直到花莲的新山，总共吼187公里啦。同时吼，要是水果的故乡哦，也为几年的气候暖过好。一年当中会生产几道的水果，有梨柚啊、葡萄、甜柿，几道种、几道香，几丰富。各位大家看，有看到这张龙马毛，伊就会同时代表的通步啦。讲到同时呢，要是台中客家人最多的地方，主要还是讲太富强的啦。所以来到一个唔舒适的地方吼，还先骑眼镜，带大家溜溜啊咧，安尼又发现我的造型无同样无，有啲变欢迎的啦。所以我作家一两个又带数啦嘅。毕竟吼，我係一個吉他手，還會破釜好啦。好，話唔多講，一下聽兩個腳步，對同時開始來到台北縣吧，出發！嗨，你好。你好，鬆餅燒。哦，貴雄嘞！嘿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买个松饼烧啊。松饼烧它其实外观就像红豆饼，那只是它的饼皮像松饼配方，所以我把它取名为松饼烧。哦，贵雄诶。嘿，刚才买两了好诶，一个抹茶珍珠，一个野莓乳酪。好。哎，好，条架讲好，条架唔係客家人哦。嘿，冇錯。董事嘅客家人。董事诶。哦，按到按後上就鼓勵也未開掉咩咯。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做西点，那我就想说自己很喜欢吃红豆饼，那我就想说把传统的红豆饼一起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创了这个品牌。不过是什么样的契机，用想要有一个创新的想法噶？因为家里的人都会讲说，传统的红豆饼吃起来啊，放冷之后是不是都会变得比较不好吃，所以我就研发了这个松饼的配方，去结合了红豆饼。哦，所以你是那个创造者？没有错的东西。哦，刚才买了两粒。好。就看到是那个野莓的，好，细那个，就像我们传统的凤条饼用的，皮起就会松饼的米丝诶。对，有看到吗？那个是野莓口味的哈，看你试看那是哦。它起酥味好浓哦，哦，原来野莓用这样搭是这么搭的哦。其实野莓跟那个奶油 cream cheese 蛮搭的，就有点像西点的做法，我就把它融合在红豆饼里面去。他讲一天我来吃看它是那个。它跟红豆饼真是规模同样，贵雄的是给嫩狗用的，会有点开胃，这样正确吗？好 ，OK 的，搭配咖啡更棒，咖啡绝配。刚才等下您狗会请一家咖啡店，对，你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去做一下哈。最后一条，一天我来吃咯，赞。那种冷冷的天吼，晒的星期条，就感觉吼特别小暖啦，心情嘛quite好一些。海生，请问也未做的是咖喱吗？是的。哦，做对了。抢走。哦，啊，也个地方可以了，同一般的咖喱店冇嘛共用的。嘿哦。对啊，没有那么商业的感觉。哎，对，没错。我条都唔敢你累啊。唔慢呢，来，请走，抢走。哦，
这边是意式咖啡，那第一个叫无手手，是美式咖啡。哦，无手手美式，也叫做客家人讲要学那名诶。嘿，无手手，日美式是冰的，下面是有加牛奶的拿铁类的，大概其他美水拿铁就是味道的意思。好，刚好诶，无手手美式，好安尼有客家人的米食啦吼。来，哇无手手美式，小心烫哦。无手手美式嘿，哦，那个下猪头是一个咖啡，头脑个清香啊。就刚才想要请问啊，就迄发现一个空间，同埋认识的咖啡店无嘛共用的。共同空间是我没有把它局限在它只是咖啡厅，而是它在这里可以有一些在地议题的发生，然后或者是各种活动的举办。冲天马给啊，因为我自己还有在做社区营造的工作，所以就是我们有产很多的水果嘛，那就会有次级品的产生，所以就希望可以再应用那些丑蔬果，把它做成甜点啊，或是煮成汤，就不要食物浪费。你看按后上，嘿，你个刚才差不多啦。嘿，差不多。有上班上到啊，回到家乡来做一条事情啊。因为我以前在花莲念书，然后到那里的时候就会发现，他们的客家庄其实做的蛮不错的。相对起来，东势的话，在我小时候就会觉得，这里就只是一个睡觉、回家吃饭的地方而已。所以希望可以回来东势，然后滋养这个土地，然后也继续被这个土地滋养，这样。太伟大了，有想法嘅后上诶，退班就一定会用嘅东西。还好有你，我还感觉其实每一个社区啊，每一个地方，拢应该有一种平台，本社区嘅人向前，来也袂向交流，对，希望也袂发通印度呢。落咱有闲，咱来参观一下。好好。我想要请问，迄拉地也袂对台北县有乜嘅情感无？还有乜嘅好料嘅地方做得小嘅饭爱呢？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爸妈都会载我们就走这一条，然后进去古关泡汤。然后也会走这一条，然后再转到大雪山进去，这样子继续爬山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条有一个特色是，你会看到很多卖水饺的店。水饺。对，据说是从之前东势林业很发达的时候，山上大雪山那边或者是古关那边都有一些农民林业比较萧条之后，就都会移居到东势呢。为了要生活嘛，就卖起了水饺，就是饺子跟一些面类的。那现在因为族群也更多了，所以你在这条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新住民的妈妈开的店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就是种族大熔炉。哇，刚才我越期待，人家一行行啊来哦。好，谢谢你的介绍。不会。好好上那个无手手咖啡。好。阿爸，你冇係乜嘅啊？我落到咩？唔要做腳頭一條哦。腳頭、拍錯多、拍錯多。多。哦。飯多、飯煎嘅農機都要啦。做農機唔ต้อง要做。用我都要啦。哦，咁唔做多年嚟咯。我本身做60年。60年，咁老師傅啊你。嗰時候看到你係你做一個多嘅農機。嚟啦，你按做錯啦咩？做線啊嘛要。做線嘅嘛要啊，同人爭嘅嘛要。哦，咁係唔啊？董事又有乜嘅好料嘅呀？國關呢嘛？國關佬，嗱可以起眼鏡去呢？中機咩？係嘛？唔係中機就要做眼鏡。唔知㗎。其他都發臉去。哎，勇敢喎！勇敢哈！哦，咁唔祝福你好唔好？安你做得平安。哦，一路平安，謝謝。阿爸，謝謝，謝謝。虽然夜下过夜的，但嘛是把都冇睡。唔过吼，同时有一间宵夜店吼，一定会烧鸡饭大家啦。来到也未冇事吼，等于冇来过，安尼吃饱的嘛，够好睡，系咪？哦，也好，我带大家一起看下先。哇，太香了吧！有看哦，哇，我样样就屁到人香味的。哇，刚才来点菜好诶。哦，烤油条，迄嘛个东西啊？油条就是我们早餐吃的油条，然后把它烤干之后再上我们的酱，这样子也蛮好吃的，爽脆的。我试过诶，刚才来一份看下先。哦，煮五花肉。好，各位鸡腿肉。哦，鸡心赞。
啊，做咧现场同来小解一下，也着吹什么？好，这个是鸡腿肉串，对鸡腿肉，这个是猪五花肉串，这是节瓜，节瓜应用的节瓜，是鸡心，鸡心，对，这就是烤油条。哦，就迄个能做成是咧油条嘛吼，迄你去甲做的吗？我去早餐店买油条来，然后是刷上我自己的酱这样子。我刚才来试看下是，好，好对哦。你要烤过之后，它油就逼出来，它就变爽脆了。对，哦，唔该中规雄嘞。我觉得烤肉最重要的就会中，我来考验一下你的酱哦。好。哦，过关，100分。你要中去甲做的吗？嘿，都自己调的。那个做的，这个秘方应该是不能公开的哈。不能公开，不能公开，不能公开啊，去加瑞斯啦，哈，不能公开的。你有马嘟嘟吼，唔会太嫩，唔会太老，因为唔会皱皱，乖嫩安尼。啊，种条件，因为想要提下呗，可以一间串烧店。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去打工，就是有兴趣，就从外场开始做起，然后做出兴趣来。对，然后做才回来想说，东势没有这种地方，不然来开一间店好了。哦，因为东势都是差不多8点街上就没有人了。哎，都看嘛嘿。所以我想说开这家店，然后如果有人下班晚了，他可以来小酌一下，然后配一下烧烤这样子。啊，像安尼，曾经离开遐个地方一段时间，又在贵州亚北，对那个台北县啊有没有个感情？我们从小就在这边长大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东势就是太少这种地方让年轻人可以发挥的地方。近几年也蛮多人回来年轻返乡开店这样子，想要让台八线这条线更热络，不然就有点921过后就有点暗淡。其实想想还是会想要自己回来自己的家乡，会比较有感觉，也比较熟悉。落叶归根啊，落叶归根啊。好，刚才能听听的是啊。你都来同来听我事啦，来呛死啦，里面来呛死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还个安坐，歹势啊！来到台北县体以后，就是小鸭小提鸭的，厨房部吼就水下嘞，一下让来好好同大家分享厝边一个意义。还讲讲呢，东势还是一个过热情的地方，厝边你拄到个2、3年啦。我过年伊同来分享原地啊做嘅事情，一开始呢，我先试咧东势嘅点心松饼烧，调加好含迄天我先试做些，佮会讲好多嘅技术带过来，佮用红条饼变成吼东势专属嘅点心松饼烧，quay好吃咯。佮会眼认识咧一个quay后上嘅调价，以后太好一边呀，就归到东势来，也为做沙琪师服务沙琪，带恁沙琪嘅民众吼，盼嚟佮都会发通啦，含按后上就伫下用嚟去经营一个地方。用那个地方变得够好，嘛唔单止安尼哦，伊煮的咖啡吼真是quay好吃，好加在厝边有几杯咖啡，用来吼规日咧拢quay有精神。再来传播是到quay好吃的串烧，调价讲话一句话，用来quay感通。伊讲啊，伊提老杯做些几下年，最后吼还係想要quay到路卡来做自家想做的事情啦。还讲过也就喺东势quay电影下嘅地方，以前嘅印象呢，像底下也未总归都水果，所以。直觉会感觉到也係都係老人家，拢係農家人。不過好家在也把有來到東勢哦，我發現也未，但係到後生嘅幾多也未來做自家好做嘅事情，因為地方佢有活力，佢有生機。係想也就係離行意外嘅收穫啦。好，剛剛繼續下一張未哦，今年又變啦講人一起咧，回去聊吧。